選管會主席馮驊到銅鑼灣一個模擬選委會選舉票站巡視，區選出現懷疑中票醜聞。馮驊表示，選管會喺區選之後，一共發出674份書面查詢，要求地址有可疑嘅選民提供住址證明，而家已經收獲104份回覆。馮驊承認抽查制度需要改善。抽查嘅制度呢，我要喺度承認呢，我哋今次睇過之後呢，係實在有啲嘢係我哋應該做多啲。例如而家我哋話呢，係好多嗰啲個案嘅問題呢，亦都係要攞翻地址證明先啦。又即係佢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根據現時嘅制度呢，我覺得呢啲係特別個案都要攞地址證明。馮驊表示已經同局方交換意見，預計好快公佈結果。咁對於星期日舉行嘅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，佢呼籲喪失選民資格嘅人唔好去投票。佢自己如果係知道自己冇呢個投票人資格嘅話呢，咁佢亦都應該唔好投票啦。如果佢投票咗之後呢，就算佢登記咗之後呢，咁佢都係會犯咗呢個選舉舞弊嘅。今屆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將有1300名候選人，角逐766個選委議席。近20萬選民可以喺早上7點半到晚上10點半去到110個票站投票。香港文電視記者廖靜文報道。